有華人嘅地方就有媽祖廟。咁今日咧就嚟到東鳳嘅媽水天后宮啦。咁呢度係始創於明清時期嘅，咁至今已經有175年嘅歷史㗎啦。幾百年嚟，保佑着百姓嘅平安順遂啦，安居樂業。咁首先一入嚟咧，就見到我哋媽祖嘅海神娘娘啦，12米高嗰個雕像啦，既莊嚴又慈祥喎。媽水天後宮依江水而建，雄長和雅，以飛檐斗拱交相輝映。每年嘅農曆3月係媽祖嘅誕辰，萬人祈福活動就喺呢度上演啦。今日咧，我哋從海雅揸車半個鐘過嚟祈福，祈求大家生活工作順利，身體健康。咁呢度咧，除咗祈福之外啦，我哋都會品嚐咗佢呢度嘅齋菜嘅。咁咧總共有10道菜啦，10全10美。咁有湯、有粥、有菜，仲有甜品。附近仲有一個濕地公園啦，祈完福食完齋菜，可以過嚟呢度散下步，睇下巨大嘅荷花池，成個行程落嚟呢，就正能量滿滿啦。咁我哋海雅咧都係專門出咗一期媽祖誕辰嘅行程啦。屏幕前感興趣嘅粉絲們嘅話，可以留言報名㗎喎，我哋一齊去感受下民族嘅文化。